市府观光旅游局自2010年推出台湾好行观光的公车，到现在已经15档。今年度再次加入新的路线，168虎皮老街线。目前总共有5条台湾好行。今年对9月份开始，将推出大好行，由台南有9好耍的体验游程，将结合5条的路线、7大主题。要带领游客亲历台南特有的山海人文的风景。台南好山好水好人情，其实就来搭乘台湾好行。大家知道台湾好行可以遍游台南的许许多多的景点，这些景点不仅有很漂亮的这个景点，而且很漂亮的风光，而且有很多的美食，包括四季的水果，还有大师傅的这个烹饪的美食，通通都很欢迎。而且有很多非常好的欧米亚给，非常好的纪念品，很多的这个加工农特产品哦，都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。台湾好行可以串联许许多多台湾的台南的优质的景点，把它串在一起，不必一个一个地方自己开车这个造访，而是搭乘我们台湾好行的观光巴士，一站到底哦。那每一站都有很多的这个景点跟惊喜，所以说买套票最实惠。那你要买单点也可以，所以台湾好行服务我们的观光行。5条的路线有府城的台江线、新开发的168虎皮老街线、东山的咖啡，甲着梅岭线顶。活动中更加邀请知名旅游节目的主持人蔓越莓，要来亲自体验府城的台江线，予游客会用依着套票或者是单点方式自由来上下车。主题体验游程总共有20场次，360个名额。将伫8月26中到12点，伫秘境旅游的平台限量来开放报名。想要参加的民众报名就来紧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